继续，这是代替的便当。讲有真侪民众之所以爱食代替的便当，是因为有卤豆皮这个配菜，讲真好食。不过最近有民众到南港火车头买60块的代替便当，讲卤豆皮无去消息咯。这下是引发到热烈的讨论。有人讲无豆皮吼，真正是无食的必要；有人讲这个卤豆皮是比卤排骨较好食。有人讲豆皮才是60块便当的主角。有人讲下摆可能就袂食咯，代替是来买回讲，这是定期调整菜单，不过也是互爱食代替便当的民众真失望。排骨便当，经典还是怀旧？排队人热长，无到中昼12点，代替60块便当随卖了了。若讲到这60块便当，就真侪民众还讲灵魂配菜无去啊。网友跑出去南港车头买便当，找无卤豆皮。记者嘛摕到60块便当，一个拍开，甘若剩甲手掌变大的卤排骨，搁有高丽菜含豆汤。来看过去有一大袋好食的卤豆皮，安奈胖见啊！觉得是很可惜，还是豆包比较好吃。假如可以的话，就让它换回来。豆干很可哦，不会很好吃啊。虽然民众看法无共款，不过有真侪网友是真失望。有人讲，迄豆皮才是重点，无食到豆皮规讲就袂轻松，个人又讲，敢是为了省钱？若讲真实的，5年前代替嘛捌甲经典的豆皮换做是甜不辣，网友就袂见买，讲迄豆皮才是王道。当时代替个回讲会顺民众意思，对菜色是大家讨论较嚟不喷。代替讲会定期调整菜单，不过嘛是有真侪民众拢感觉淡薄失望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